真普選，真普選，刻不容緩，刻不容緩。新成立嘅真普選聯盟獲得立法會27名泛民議員加入。聯盟表示會先發動市民參與討論普選嘅方案，收集足夠民意之後，再向政府同中央提出普選行政長官同立法會嘅建議。不過聯盟唔會參與佔領中環嘅策劃工作。目前嘅共識呢，就係大家保持好緊密嘅聯繫。咁我哋亦都呢係去了解呢對方嘅仔細嘅行動計劃。咁你初步地睇，大家都係非常之支持呢個計劃嘅。咁但係呢，我哋亦都即係真普選聯盟呢，係唔會參與人哋嘅策劃組織嘅工作。對於各個泛民政黨對普選方案可能意見有分歧，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期望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我哋好希望真普聯能夠喺各個黨派不同嘅一啲細節理念上邊呢，係展開討論，強調嘅係希望大家係和氣嘅。我哋希望能夠盡早可以傾到一個係可以向香港人推薦嘅一個選舉嘅安排。聯盟表明反對為行政長官選舉設立任何篩選或者預選機制，又指要求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冇客觀嘅法律定義，容易淪為政治審查，要求政府盡快展開政改嘅公眾諮詢。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志倫報導。